面带就没有客栈，客栈分面话，这个面话是客栈要语是汉字。没买这，没买这，买这茶叶，茶叶，顶，钢顶，钢顶，酒，酒公买，公买，你公斤快，你快，到这没的公斤转表面，转到没的公斤，转买这草叶钢顶，酒公买你公斤快，都没呢公斤，准没买这茶叶，钢顶讲定，就按照公买公日，你公斤快，都没你公斤准面准拿着你的工钱回去吧。没买这茶叶钢定，就公买你公斤快，都没你公斤准油面分散几个国家，也要托付我们油面努力向上。死不待我，祝愿油面学业有成恩，走向万民进步，永享幸福平安。海来玲珑渤海，海来不免平安。来。